學家，開始之前，我想介紹一位神學家，佢叫潘霍華，他叫潘霍華。大家有冇聽過啊？大家有聽過他嗎？呢個都係一個好出名嘅神學家。他是一個很出名的神學家。咁咧呢個就係佢最後嘅遺言。這是他最後的遺言。佢話呢個結局就係我生命嘅開始啦。他說：這結局是我生命的開始。咩意思呢？什麼意思？點解臨死前佢講呢句嘢呢？為什麼他在臨終前說了這句話？我先介紹下呢個人。我先介紹一下這位。佢係一個德國嘅名門世家。他是一位德國的名門世家。佢21歲已經係攞到博士嘅學位。他21歲已經拿到了博士學位。24歲已經攞到任教嘅資格。24歲已經拿到了取得了任教資格。咁佢亦都成為咗一個神學嘅教授啊。後面他也成為了神學教授。成為一個牧師。成為了牧師。一個好犀利嘅人。是一個很厲害的人。但係佢活喺一個咩嘅時代呢？那他活在一個什麼時代呢？一個二戰嘅時代。一個二戰的時代。喺二戰爆發期間，在二戰爆發前夕，佢知道德國已經唔安全啦。他已經知道德國不安全。於是佢朋友就帶佢去咗美國。於是他的朋友就帶他去了美國。但係佢去到美國之後，當他來到美國以後，佢覺得自己好唔平安。他覺得自己不平安。唔係美國呢個地方唔平安，不是美國這個地方不而平安，係覺得上帝有一個呼召俾佢，而是他認為上帝有一個呼召在召他，要佢翻返去德國。讓他回去德國。哇！德國發生咩事啊？德國發生了什麼事？嗰時邊個掌權啊？那時候誰掌權？希特拉喎。希特勒。但係佢有個感動，但他有一個感動，上帝要呼召佢去嗰個最危險嘅地方。上帝要呼召他去到一個最危險的地方。當時佢就面對緊一個兩難啊！當時他就面對了一個兩難。我要留喺美國做一個好安舒嘅生活。我是要留在美國做很安舒的生活呢？我可以做個牧師，還是可以繼續做一位牧師？好平安咁樣去同大家講道，很平安地跟大家講道，繼續做佢嘅神學研究，繼續做他的神學研究，喺神學院教書，在神學院教書。又或者第二個選擇，或者有第二個選擇，翻返去德國，回到德國，喺最危險嘅地方，在最危險的地方，你冇得做神學研究，沒得做神學研究，你冇得喺開教會，沒有辦法開教會，你冇辦法公開講道，沒有辦法公開講道，同佢翻去只能夠同佢同班一齊經歷危險。他回去以後只能跟他的同班經歷危險。佢選擇咩呢？他選擇了什麼？佢選擇我要翻去。他選擇了要回到德國。佢選擇要翻去最危險嘅地方。他選擇回到最危險的地方。我同你喺外面睇呢個時候，我哋會點諗呢？我們跟大家討論時，大家會怎麼想？哇！你係咪傻㗎？你是不是傻㗎？傻子！安全嘅地方你唔去？安全的地方你不去？你喺大學你可以研究，你可以寫好多書，造福好多基督徒喎。你在大學可以做很多研究，寫很多書，做很多神學研究。我同你都識計數。我跟你都會計算。佢喺呢度傳福音可以傳到更多啦。在這裡傳福音可以傳到更多。佢翻去連福音都冇得傳喎。回到那裡連福音都沒得傳。但係當佢好清楚呢個係上帝嘅呼召嘅時候，當他很清楚這是上帝的呼召，佢決定翻去。他決定回去。結果佢就被希特拉捉咗，他就被希特勒抓了，就判咗絞刑，被判了絞刑。39歲佢就翻去天家啦。享年39歲。呢個就係佢嘅遺言。這就是他的遺言。佢嘅遺言唔係話我後悔做咗呢個選擇。他的遺言並不是說我很後悔做了這個選擇。佢嘅遺言就係呢個結局其實係我生命嘅開始。他的遺言就說這結局就是我生命的開始。點解佢願意犧牲佢自己呢？為什麼他願意犧牲他自己？我哋今日就係討論呢樣嘢。我們今天就開始討論這件事。我哋今日會睇到3個嘅看見啊。我們會看到3個的看見。首先係看見舒適背後其實係試探。首先是看見舒適背後是試探。第二就係看見成長嘅背後係捨己啊。第二就是看見成長背後是捨己。第三就係看見十架嘅背後其實係榮耀。第三就是看見十架背後是榮耀。我哋一齊睇一睇第一個嘅第一個嘅看見啦。我們一起看一下第一個的看見。嗱，呢度發生咩事呢？喺21到23節。21到23節發生什麼事呢？
就係耶穌，從此耶穌指示門徒佢要去耶路撒冷受死，跟住復活。從此耶穌才指示門徒，他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、受司長。哇！彼得聽到，彼得聽到以後，佢話：主啊，你千祈唔好啊！他勸他說：主啊，萬不可如此。呢啲咁痛苦嘅事情唔可以臨到你身上。這麼痛苦的事不可以臨到您的身上。嗱，我哋要留意廿一節頭兩個字。我們來留意一下21節討論的這一節。佢話從此。他說從此。嗱，通常你見到呢兩個字，你就知道成段經文係同上文有關係嘅。這裡開始，大家都知道這段經文跟上文有關。咁上文係乜嘢呢？那上文是什麼？就係耶穌基督啱啱稱讚咗彼得。就耶穌基督剛剛遣散了彼得。佢話：彼得你真係犀利啦！他說：彼得你很厲害。你有屬天嘅智慧啊！你有屬天的智慧。而且將來我要將神國嘅使命交俾你。而且我要將神國的使命交給你。將教會交俾你同埋其他門徒。將教會跟其他門徒一起交給你。然後跟住耶穌就講以下嘅嘢。然後耶穌就開始說下面的事情。就係從此我就要去被釘十字架啦。他說：從此我要去被釘十字架。但係我會復活。但是我會復活。耶穌啱啱先讚完彼得有屬天嘅智慧。耶穌剛讚完彼得有屬天的智慧。耶穌就即刻話俾彼得就開始話俾彼得知我嘅使命係啲乜嘢。耶穌就開始告訴彼得我的使命是什麼。彼得即刻就話：唔可以咁做。彼得立刻就說：不可以這樣做。廿一節耶穌話乜嘢？21節耶穌說什麼？佢話呢個使命係我必須要做一樣嘢。他說：這個使命是我必須要去做的。但係彼得話：你必定唔可以咁做。那彼得說：你必定不能這麼做。佢馬上就反駁耶穌。他馬上反駁了耶穌。點解？為什麼？可能係出於愛。可能是出於愛。可能出於擔憂。可能是出於擔憂。哇！耶穌你點可以去死啊？他說：耶穌你怎麼能去死呢？你係我哋教會嘅牧師嚟噶嘛？你是我們教會的牧師。冇咗你我哋點算啊？沒了你我們怎麼辦？我哋好需要繼續聽你講道。我們很需要繼續聽你講道。我哋好需要你嘅教導。我們很需要你的教導。我哋好需要你關心。我們很需要你的關心。我哋要好需要你嘅帶領。我們很需要你的帶領。我哋教會冇咗你唔得㗎，耶穌。我們教會失去你是不行的。但係耶穌話咩？耶穌說什麼？我必須要去呢度。我必須要去這裡。耶穌點樣回應彼得啊？耶穌怎麼回應？ 23節耶穌轉過來同彼得講咩啊？23節耶穌轉過來跟彼得說什麼？佢話：撒旦，你退去吧。他說：撒旦，退我後邊去吧。哇！呢句說話幾傷心啊！這句話多傷心。喂，彼得係出於關心，出於愛而講呢句說話。彼得是出於關心和愛去說那句話。彼得唔係話耶穌你去死喎。彼得不是說耶穌你去死吧。佢唔係話耶穌你必須要去釘十字架。他也不是說耶穌你必須去釘十字架。佢話耶穌你唔可以，必定唔可以去釘十字架。他說的是耶穌你必定不可以去釘十字架。但係耶穌竟然話呢句出於愛、出於關心嘅說話係撒旦。但是耶穌說這句出於關心和愛的話是撒旦。佢話呢樣嘢撒旦退去吧。他說撒旦退去吧。上次耶穌講撒旦退去吧係幾時呢？上次耶穌說撒旦退去吧是什麼時候？係喺馬太福音第4章嘅時候。是馬太福音第4章的時候。我哋睇一睇經文。我們看一下經文。我哋一齊讀。我們一起讀。魔鬼又帶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他看，對他說：你若服拜我，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。耶穌說：撒旦，退去吧，因為經上記着說，當拜你的神，當要侍奉他。上一次係咩時候啊？上一次什麼時候？就係撒旦要試探耶穌嘅時候。就撒旦要試探耶穌的時候。呢個試探其實係講乜嘢呢？這個試探是說什麼？魔鬼其實唔係單單將萬國嘅榮華俾佢。魔鬼不是把萬國的榮華給他。其實魔鬼想表達嘅係乜嘢？但其實魔鬼想表達什麼？耶穌唔使咁麻煩啦。耶穌不用這麼麻煩。唔需要經歷咁多嘢先釘十字架啦。不需要經歷這麼多事去釘十字架。你要乜嘢我都俾得你。你要什麼我都給你。萬國嘅榮華我即刻俾你啦。萬國的榮華我也給你。使乜咁麻煩行咁多路，仲要釘十字架呢？不用走這麼曲折的路去釘十字架。耶穌話咩呢？耶穌說什麼？撒旦退去吧。他說：撒旦退去吧。點解？為什麼？因為釘十字架係耶穌基督嘅使命。因為釘十字架是耶穌基督的使命。係佢必須要去做一個嘅使命。而是他必須要去做的使命。但係彼得好唔能夠理解。但是彼
得不能理解，點解唔能夠理解？為什麼不能理解？耶穌點講啊？耶穌怎麼說？耶穌話：因為你只係體貼人嘅意思，而冇體貼神嘅意思啊！他說：因為你只看見人的意思，沒有看見神的意思。你唔體貼神嘅意思，你不體貼神的意思，點解耶穌要咁樣去批評彼得呢？為什麼耶穌要這樣批評彼得？人嘅意思係乜嘢？人的意思是什麼？就係當困難同舒適嘅情況下，我哋梗係偏向舒適噶。就是當困難跟舒適的情況下，我們會偏向舒適。冇人會刻意去受苦噶。沒有人會刻意去受苦。正常啊。正常嗎？有條簡單嘅路，梗係揀條簡單嘅路啦。如果有簡單的路，我們當然會選擇簡單的路。點解？為什麼呢？好多人讀書嘅時候，你就知道啦。很多人讀書的時候就知道。我唔知你我唔知你哋讀書係點啊？我不知道對大家讀書的成績如何。本來我想叫你舉手啊，諗下都係唔好咯。本來我想叫大家舉手，但係都係唔好啦。本來我想讓大家舉手，但是還是不要了。我想問咩呢？我想問什麼？我本來就係想問，大家讀書嘅時候有邊個係出過貓嘅？我想問一下，大家讀書的時候有沒有作弊過？我就一定有。我是一定有的。你反而問我幾時冇作弊過，我就反而難答你啦。你如果問我什麼時候沒有作弊，我反而很難回答你。點解？為什麼？點解讀書我哋考試會作弊？為什麼我們考試的時候會作弊？唔使溫書嘛。不用溫書。考試考得好啊，全靠隔離好。考試考得好，全靠隔壁補。考試唔識做係因為隔離唔識做咯。考試不會做，因為隔壁不會讀。所以我成日都坐埋喺啲最叻嘅學生隔離。所以我經常會坐在很優秀的學生隔壁。點解？為什麼呢？因為讀書辛苦啊嘛。因為讀書很辛苦。有條舒適嘅路。有一條舒適的路。唔使溫書。不用補習。唔使上堂聽書。不用上堂聽課。哇！考試抄埋隔離就攞100分啦。考試抄隔壁就能拿100分。雖然我未試過抄隔離攞到100分。雖然我沒有試過抄隔壁能得到100分。點解要咁做？為什麼要這樣做？因為我哋想行呢條舒適嘅路。因為我想走一條舒適的路。我哋覺得都係傾向揀舒適嘅路。我還是選擇偏向選擇舒適的路。人就係咁樣。人就是這樣子。你要溫書要溫幾耐？如果是補習要補多久呢？嗱，你知道如果你溫習，你考90分同考100分係兩個唔同嘅時間。你要知道，如果你溫書跟考90分同考100分，考90分跟考100分係差非常遠㗎，個溫習嘅時間。是要差很久的去補習。我以前唔明㗎。我以前不是的。直到上帝呼召我去讀神學院。直到上帝呼召我去讀神學院。開始冇出貓啦。我開始不作弊了。點解？為什麼？唔係因為我唔知邊條係舒適嘅路。而不是我不知道哪一條是舒適的路。而係因為有一樣更重要嘅嘢。而是有一樣更重要的事。我係想學嗰樣嘢。我是想學那件事。出貓，所以作弊對我嚟講冇任何意義。但作弊對我來說沒有什麼意義。因為我學唔到嗰樣嘢。因為我學不到那件事。點解我要當初過去要走條舒適嘅路？為什麼我要去行條舒適嘅路？走一條舒適的路。因為我覺得溫習好辛苦。因為我認為補習很辛苦。而且我對學校教嘅嘢一啲興趣都冇。而且我對學校教導的是一點興趣都沒有。我只係想攞100分。我只是想拿100分。所以我就揀條最容易攞到100分嘅方法。那我就選一條最容易拿到100分的方法。雖然我係一直都失敗。雖然我一直在失敗。直到當我開始個目標唔係定喺我考幾多分。直到當我的目標不再是在意我的分數。嗰時候我就開始考100分。我那個時候開始刻苦。點解？為什麼？因為我對嗰樣嘢有興趣。因為我對那件事有興趣。我想學習更多。我要學習得更多。我花更多嘅時間去溫習。我要花更多時間去溫習。結果舒適嘅路冇帶俾我成長。結果舒適的路並沒有帶給我成長。反而困難嗰條係帶領我成長。困難那條路給我帶來了成長。有冇見到一樣嘢？我們見到一件事。好多時候舒適啦。很多時候舒適。其實係一個試探嚟。其實是一個試探。我再俾多個例子啊。我再給多個例子。我啱啱嚟美國。我剛來到美國。頭幾年。頭幾年。唔係頭幾日。不是頭幾日。當我同人講，How are you？當我跟人家打招呼，你好嗎？即係喺學校咁同啲人講。就在學校這樣去跟人。通常啲人會點答啊？別人怎麼回答我？會點答㗎？你哋唔識㗎？會怎麼回答？點答？I'm fine。那就 I'm fine。
當時我聽到当时我听到了以后，佢講咩啊？他在说什么？咩叫我係5啊？什么叫我是5？我真係咁諗㗎。我真的是这样想的。我唔係頭幾日嚟美國喎，我不是头几天来美国，我係頭幾年喎。我是头几年来美国。我連 I'm fine 我连I'm fine 我都以為係5喎。我都以为是我。點解英文咁差？为什么英文这么差？因為我留喺我舒適圈入邊，因为我在我的舒适圈，我喺一個唐人嘅圈子入邊，我在一个华人圈子当中，喺不停咁講中文。不停的说中文。我去超市都係揾啲有中國人喺度嘅地方，我去超市也去找中國人有的地方，一路冇離開我舒適圈，一直没有離開我的舒適圈，幾年都冇成長，幾年都沒有成長，英文一路冇進步，英文也一點沒有進步。咁讀書更加冇可能成功啦。那讀書更是沒有可能成功。點解？為什麼？因為太舒適啦。因為太舒服了。弟兄姊妹唔好誤會一樣嘢，弟兄姐妹不要誤會一件事情。我唔係話所有嘅舒適都唔好，我並不是說所有的舒適都不好。我哋有時都需要休息㗎。我們有時候也需要休息。但係乜嘢嘅舒適係唔好呢？那什麼樣的舒適是不好的？就係我哋長期停留喺一個舒適圈嘅情況下，就是我們長期停留在一個舒適圈，舒適到一個地步，我哋根本唔願意行啊，舒適到一個地步，我們根本不願意前，唔願意走啊，不願意走，我唔想離開呢度，不想離開這裡，太舒服啦。太舒服了。所以當我哋長期留喺舒適圈嘅舒適嘅時候，所以當我們長期留在舒適圈的舒適當中，呢個就係一個試探。這就是一個試探。點解我哋會留喺舒適圈？為什麼會留在舒適圈？因為行出去太痛苦啦。因為走出去太痛苦了。我哋覺得要學一樣我唔中意嘅嘢好痛苦，我們認為去學一件不喜歡的事很痛苦。學英文好痛苦，學英文很痛苦。我要學習聖經好痛苦。我要學習聖經很痛苦。哇！返主日學講啲嘢我都唔明嘅。學校教的事情我也不明白。我哋之前教過一個基礎嘅神學課程。我們之前教過一個基礎的神學。我喺2間教會教過呢個課程。我在2間教會教過這個課程。我可以肯定同你講，我也可以肯定地告訴你，每次我喺一間教會第一次教呢個課程嘅時候，我在第一間教會第一次教這個課程的時候，超過90%嘅弟兄姊妹都係投訴㗎。超過90%的弟兄姐妹都是投訴的。哇！我完全唔明你講乜嘢啊，太難啦！他完全不理解我在說什麼，太難了。唔緊要。他說沒關係。哇！我第一次學嘅時候我都係咁諗。我說我第一次也是這麼想的。於是我第2年再教。而且我第2年再教。大家話：我開始明白你講咩啦。大家開始明白，我有點開始理解你的意思。去到第3年，我再教第3次。第3年我再教第3次。大部分嘅弟兄姊妹同我講咩呢？大部分弟兄姐妹跟我說什麼呢？我終於明白點解呢樣嘢咁重要咯。我終於明白為什麼這件事那麼重要。點解我要學呢樣嘢啦？為什麼我要學這件東西？弟兄姊妹，弟兄姐妹，點解第3次教同第1次教嗰個嘅係差咁遠？為什麼第1次教跟第3次教會相差這麼遠？如果第1次我哋覺得好困難，我哋就冇再嚟嘅話，如果第1次我們覺得很困難的時候，我們不來了，我哋仲有冇機會成長？我們還有機會成長嗎？我哋就唔會再成長。我們就不會再成長。但係有啲弟兄姊妹佢堅持咗3次。由於弟兄姐妹堅持了3次，佢開始同我講，他開始跟我說，我終於明白點解呢樣嘢咁重要啦。我終於明白為什麼這件事那麼重要。佢嗰3次係經歷咗啲乜嘢？他這3次經歷了什麼事呢？佢即使唔明，他即使不明白，佢都願意去嘗試去學習。他都願意嘗試去學習。但係如果我哋停留喺我哋舒適圈度，如果我們停留在舒適圈中，我哋淨係想聽啲我識嘅嘢，我們經常想聽我們了解的東西，我哋永遠都停留喺最基本嘅嘢度。我們永遠就停留在最基本的，因為我哋唔想學啲我哋唔識嘅嘢。因為我們不想學我們不認識的東西。我哋唔想學一啲會令我需要努力去學習嘅嘢。我們不想去學需要去努力得到的事情。我哋唔想去學習一啲我哋需要特別有困難、特別需要去離開舒適圈嘅嘢。我們不想要去學一些特別困難、去離開舒適圈的東西。我哋只想繼續留喺我哋嘅舒適圈入邊。我們只想停留在我們的舒適圈當中。最好一直都喺嗰度。最好永遠就在那裡。但係弟兄姊妹，弟兄姐妹，我今日想同你講嘅係咩呢？我今天想跟你說的是什麼？如果你真係要成長，如果你真的想成長，我哋一定要看見，我們一定要看見有啲舒適佢嘅背後其實係一種試探。
有的舒適背後其實是一種試探，尤其是係讓你長期留喺入邊嘅舒適。尤其是你長期留在當中的舒適。好，第二點啦。第二點，看見成長背後係捨己啊！看見成長背後是捨己。咁跟住耶穌去點同門徒講呢？於是耶穌怎麼對門徒說？佢話：如果有人要跟從我，就需要捨己。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。凡為自己救生命嘅，最尾必喪掉生命。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喪掉生命。凡為我喪掉生命嘅，就必得着生命。凡為我喪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即使你賺得全世界，人若賺得全世界，但係去到最終嘅時候，你賠上自己嘅生命，又有咩益處呢？那對到最終的時候，你要賠上自己的生命，又有什麼益處呢？嗱，呢段經文講，呢幾節經文講乜嘢？這兩節經文講什麼？佢就話你要跟從基督，他就說你要跟隨基督，你就當做咩啊？你要當什麼？捨己喎。就要捨己。哇！捨己係好恐怖嘅件事嚟喎。捨己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。捨己係一個好沉重、好唔容易嘅事嚟喎。捨己是一個很沉重、很不容易的事情。當我哋唔信耶穌嘅時候，當我們不信耶穌的時候，我哋嘅生命嘅重點係乜嘢？我們生命的重點是什麼？就係我哋自己啦。就是自己。我哋賺錢為咩啊？我們賺錢為了什麼？為咗我自己買嘢啦。為了讓自己購物。為我自己去唔同嘅地方旅行啦。我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旅行。我想做乜嘢就做乜嘢。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。我人生係我自己話事。我生命是我自己掌權。我中意點就點。我喜歡做什麼就做。所以點解有咁多人佢唔願意建立家庭？所以為什麼那麼多人不想建立一個家庭？因為佢覺得佢如果建立咗家庭，佢就要為家庭負責。因為他認為建立了家庭就要為家庭負責。我就係唔想為家庭負責。我就是不想讓家庭負責。所以我傾向咩都唔做。所以我選擇什麼都不做。我要所有嘢都係全部係為我自己嘅。我要任何事都是為我自己的。我要我人生係為我自己嘅。我要我的人生是為我自己的。捨己太沉重啦。捨己太沉重了。所以捨己係咩意思？那麼捨己是什麼意思？就係一個生命嘅轉向。就是一個生命的轉向。從前我係為我自己而活。從前我是為了自己而活。我所有嘅嘢都係為我自己。所有事情都是以我為中心。但係要我捨己。但是要我捨己。我嘅生命嘅中心就唔再係我自己。我生命的中心就不再是我自己。我要轉向。我要轉向。如果我要跟從神，如果我們跟隨神，我生命嘅中心要轉向以上帝為中心。我們生命就要轉向以神為中心。咩叫轉向以神為中心呢？什麼叫轉向以神為中心？以前我中意做咩職業咪做咩職業咯。以前我想做什麼職業就做什麼職業。而家我要問上帝。現在我要問上帝。你派我去邊度做職？你要派我去邊度工作？你要派我去哪裡工作？你要我做啲乜嘢？你要我做什麼？甚至乎上帝你要派我去邊度住？還是說上帝你要讓我去哪裡住？當我去揾屋嘅時候，當我去購物的，甚至乎當我做咩職業同埋去邊一度做，甚至是當我要去哪個職業崗位，我都係求問上帝你要帶我去邊度？我都要問上帝我要去哪裡？唔係做牧師先至係榮耀到上帝。不是做牧師就能榮耀上帝。其實每一個工作，其實每一個工作都可以係一個牧師嘅工作。都可以是一個牧師的工作。你只要喺你公司，你可以在你的公司，你喺你嘅團隊入邊，你在你的團隊中，我哋都可以成為一個牧者去榮耀上帝。我們都可以成為一個牧者去榮耀上帝。我哋都係一個跟隨上帝。我們也可以跟隨上帝。每一個職業都係尊貴。每一個職位都是尊貴的。或者應該咁講，或者換句話說，每一個係為咗上帝而做嘅職業都係尊貴嘅。每一個為了上帝去做的職位都是尊貴的。包括牧者，包括牧者，包括任何嘅職業，包括任何職位。你可能係老師，你可能是老師、會計師、會計師、做木匠嘅、做木匠的，或者做律師、醫生嘅，或者做律師、醫生的。任何一個職業你係為咗上帝而做，任何一個職業你是為了上帝而做，定係還是為咗自己而做呢？還是說為了自己而做？係兩件事嚟㗎。是兩件事。所以咩叫生命嘅轉向？所以什麼叫生命的轉向？唔係話所有人都要辭職去做牧師，不是說所有人都要辭職去做牧師，而係你嘅生命嘅中心，每一樣嘢開始由為自己而做，到為上帝而做。而是你生命的中心開始由自己而做到為神而做，包括家庭，包括家庭。唔係因為我想結婚而結婚，不是我想結婚而結婚，唔係因為我想有兒女就有兒女，而不是我想有兒女就有兒女，而係我成個家庭都係點樣諗緊點樣去榮耀上帝。而是我整個家庭都要想着怎麼去榮耀上帝。
呢個就係生命嘅轉向。这就是生命的转向。生命嘅轉向就以自我為中心變成以上帝為中心。生命的轉向就以自我為中心轉換為以神為中心。咁25、26節解釋啦，那以25、26節解釋了，就係生命嘅中心點解咁重要？就是生命的中心為什麼那麼重要？因為呢個係關乎我哋喺地上嘅生命結束嘅時候，我哋之後嘅生命。這就是關乎着我們在地上生命結束的時候，我們之後的生命。佢話：如果你喺地上要救自己嘅生命，他說：你如果在地上要拯救自己的生命，去到將來你會失去你嘅生命。去到將來你要失去你的生命。但係如果喺今世你係為咗上帝而捨己，但如果你在今世為了捨己，為了上帝而捨己，你今生結束之後，你會得咗一個新嘅生命。你今生結束以後，你會得到一個新的生命。所以點解以上帝為中心咁重要？所以為什麼以上帝為中心那麼重要？咁有個嘅問題，我成日都問嘅。那有一個問題我經常問。如果你一個嘅好有錢嘅配偶，如果你有一個很有錢的配偶，你好愛佢，你很愛他，但係我又想問你啦，那我也想問你，你愛嘅係佢嘅本人定係愛佢啲錢呢？你是愛他的本人還是愛他的錢？嗱，好多人都中意咁答我㗎。很多人會這麼回答。兩樣都愛，兩樣都愛，都愛，都愛。弟兄姊妹，弟兄姐妹，其實呢個答案係最危險嘅。其實這個答案是最危險的。咩意思係都愛？什麼意思是都愛？即係話你愛佢嘅錢，那就說你愛他的錢，亦都愛佢嘅人，你也愛他的人。但係你愛佢嘅人，但你愛他的人勝唔過愛佢嘅錢。勝過愛他的錢。你覺得你揀唔到啊？你認為你選擇兩樣都好重要啊。兩樣都重要。換句話講，換句話說，當真係去到二選一嘅情況下，當真的去到二選一的，你未必會揀人。你未必會選擇人。當然你唔一定會揀錢，那你也不一定會選擇錢。但係對你嚟講，兩樣係同等重要。對你來說，這兩樣東西是同等重要的。你愛佢嘅人勝唔過愛佢嘅錢，你愛他人勝不過愛他的錢。呢個先係最危險嘅地方。這是最危險的地方。今日上帝要你做咩呢？今天上帝讓你做什麼？如果上帝問你二揀一，那上帝問你二選一，你繼續保持你自己想要追求嘅嘢，你想要繼續保持你追求的事，定係還是你要跟從我？還是說你要跟隨我？你同耶穌講啊，我兩樣都要。耶穌說我兩樣都要。咩意思？什麼意思呢？就係你放低唔到你自己追求緊嘅嘢。就是你放不下你自己追求的東西。我唔能夠放低我而家嘅嘢去跟從上帝。我不能夠將我現在的東西放下去追求上帝。個結局係咩呢？結局是什麼？就係我哋必喪掉生命。就是我們必失去生命。弟兄姊妹，弟兄姐妹，咩叫忠心呢？什麼叫忠心？忠心其實冇你想象中咁簡單。忠心其實沒有你想象中那麼簡單。好啲人就話啊，我哋要以神為中心，我哋要以耶穌為中心。很多人說我們以神為中心，以耶穌為中心。我哋講好簡單，我們講得很簡單。但係當你慢慢去思考呢樣嘢嘅時候，那當我們慢慢去思考這件事，忠心嘅意思就係佢係最重要嗰樣嘢。忠心的意思就是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。最重要係咩意思？最重要是什麼事？就係當二揀一嘅時候，你會保住你嘅忠心。就是當二選一的時候，你會保持你的忠心。就好似如果你係一個好出色嘅鋼琴家，就像你是一個很出色的鋼琴家，你而家喺一個車禍入邊，你在一個車禍當中，醫生同你講，你只能夠保住你嘅手同埋你嘅心臟其中一樣。他跟你說，你只能保存你的手或者你的心臟。當然我哋會揀心臟，我們當然會選擇心臟，因為你冇生命就咩都唔係。因為沒有生命，什麼都沒有。但係你喺呢個情況下，但在這個情況下，我揀唔到啊！我選擇不了。我覺得我冇咗我雙手，我唔係鋼琴家，我同冇咗生命係一樣。我是一個鋼琴家，如果我失去了雙手，我就像沒有了生命一樣。醫生同你講，你要快啲揀啊！醫生問他說，你要趕緊選擇。喺你生命結束之前，你要揀啊！在你生命結束之前，你要選擇。如果你揀唔到，如果你選擇不了，你就兩樣都失去。那麼你就會失去兩者。弟兄姊妹，弟兄姐妹，所以以神為中心，其實好多時候比我哋想象中更加艱難。其實以神為中心是很艱難的。但係我哋人就係咁樣。那我們人就是這樣。我哋好難去放下我哋手上嘅嘢。我們很難去放下手上的東西。非常困難做到。是非常困難的。如果有人好輕鬆嘅同你講話冇問題啊，那如果有人跟你說很輕鬆地告訴你沒問題的，其實可能佢唔知道佢要付出咩代價。也許他並不知道他要付出什麼代價。如果我哋選擇都要嘅情況下，
如果我們在選擇都很難的情況下，其實我哋人個大腦好得意㗎。我們的人的大腦非常有趣。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好難去做決定。很多時候我們很難做決定。我哋總會諗一個折中嘅方法。我們只會想到一個折中的方法，去幫助我哋保障兩樣嘢。去幫助我們保障兩件事情。有時我之前同人講，之前有人同我講過。之前有人告訴我，佢話覺得咧，牧師啊，你唔好勸啲年輕人咁投入教會啊。牧師，你不要願年輕人那麼投入教會。我話點解？我問點解啊？我說為什麼呀？佢話年輕人就應該要注重佢嘅事業。但是年輕人就注重學業，sorry。他說年輕人就要注重學業。等佢畢咗業之後先再投入啦。畢業後再投入吧。跟住有人同我講啦。那有人再跟我說。啱啱畢業嗰啲咧就唔好咁快投入教會。他說剛畢業那些就不要這麼快投入教會。點解啊？為什麼呢？啱啱出嚟做嘢要將你嘅專注擺喺工作上邊。剛出來社會就要把專注力放在工作上。等你做得有成績有家庭啦，你就出嚟啦。當你做得有成績的時候，你再出來。咁你結婚有家庭啦。那麼你結婚有家庭了。唔好咁快投入教會啊！不要這麼快投入教會。你生埋小朋友先啦。先生孩子吧。當你有小朋友啦，當你有了小朋友，你又擔心佢嘅學業，又擔心其他嘢，你又開始擔心其他事情，擔心孩子的學業，都係唔好咁快投入教會住。還是不要這麼快投入教會。等小朋友都畢埋業先啦。等小孩子畢業後先吧。到兒女長大成人啦。當兒女長大成人，我哋叫空巢啦。我們叫空巢。哇！人生努力咗一世，我們人生努力了一輩子，唔好咁快投入教會住。不要投入教會，享受多陣先。再享受一陣子。退休先啦。去休息吧。退休啦。退了休以後，冇力投入教會啦。沒有力氣投入教會了。同埋我到咗俾人服侍嘅年紀啦，應該。我到了被人服侍的年紀了。交俾年輕人啦。交給年輕人吧。你有冇發覺？有沒有發現？一個人要唔投入教會，一個人如果要唔投入教會，一個人如果不想投入教會，一個人如果不想投入教會，佢可以有好多嘅理由。他有很多的理由。我哋總係諗辦法想讓兼顧兩者。我們總想辦法兼顧兩者。我注重學業先啦。我先注重學業。咁教會點算呢？那麼教會怎麼辦？唔係唔返。不是不去。間唔中星期日坐喺度就 OK 㗎啦。間唔中星期日返下嚟就 OK 啦。間接的去一下也是可以的。唔使太投入嘅。不用太投入的。咁咪可以保障兩樣咯。可以保障兩樣。我冇離開教會啊。我也沒有離開教會。我每個禮拜都好勤力返嚟㗎。我每個星期都很勤。我又可以專注我想嘅嘢。我也專注我想要的事。弟兄姊妹。弟兄姐妹。我想問，咁樣算唔算係專心呢？我想問，這是專心嗎？你覺得咁樣算係以上帝為中心嗎？你認為這是以上帝為中心嗎？千祈唔好誤會一樣嘢。千萬不要誤會。我唔係批判每一個咁樣嘅人。我並不是在批判這樣的人。有好多時候生活或者唔同嘅嘢，我哋都好難去避免我哋自己係咁做。我們在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無法避免的。點解我哋會咁樣諗呢？為什麼會這樣想呢？因為我哋仍然活喺我哋嘅舒適圈入邊。因為我們仍然在我們的舒適圈。我唔係要強迫人哋你要多啲返教會，我唔係強迫所有人一定要侍奉。我不是強逼對方，就是一定要多去教會，一定要侍奉。我係想幫助大家思考一樣嘢。我是想幫助大家思考一件事。其實我哋每個人都係咁樣。其實我們每個人都這樣子。我哋好想兩樣嘢都兼得。我們很想兩者兼得。就連余牧師自己以前喺上帝呼召我嘅時候，我都一直係咁樣。就在余牧師自己以前上帝呼召我之前，也是這樣子。我同你講一個真事。我告訴你一件真實的事情。有一個識咗我10幾年嘅人。有一位認識我10幾年的人。有一個弟兄。有個弟兄。咁嗰陣時咧，我返香港咧，佢又講一樣嘢好好笑嘅嘢。我去到香港，他跟我說一件很好笑的事情。佢而家都係一個傳道人啦。他也是一位傳道人。佢就話Lennon 啊，佢直接叫我名嘅。他說 Alan 啊。Lennon 啊。Lennon。其實你以前唔係好似而家，佢話你以前同你而家好唔同啊。他說你以前跟現在很不一樣。我話有咩唔同咧？他有什麼不一樣呢？跟住佢好好笑佢講啊。那他就很好笑地說。佢話你以前明明同我一樣咁廢嘅喎。他說你以前跟我一樣這麼廢物的。我哋都係諗翻下教會咁就算㗎啦嘛。我們就假裝去下教會就行了嘛。點解而家咁熱心侍奉咧？為什麼這麼熱心的侍奉了？跟住我話感謝上帝咯。他說我感謝神咯。跟住話其實你都係啊。他說你也是。唔係，跟住我同佢講話，其實你都係。我跟他說其實你也是。因為福音改變咗我哋。因為福音改變了我們。因為我哋明白乜嘢再更有價值。
因為我們明白到什麼才有價值。所以我哋開始要將我哋嘅生命奉獻俾基督，投入喺上帝嗰度。所以我們開始將生命奉獻給耶穌基督，並投入在裡面。點解我哋做到呢樣嘢？為什麼開始做這件事？因為我哋明白上帝點樣拯救我哋。因為我們要明白上帝是怎麼拯救我們。我哋開始看見得到十架背後嘅榮耀。我們開始看見十架背後的榮耀。呢個就係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第三點。這就是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點。我要再同大家澄清多一件事啊！我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。澄清一件事情。我其實冇任何惡意去批判任何人。我其實沒有惡意去批評任何一位。因為我哋人本來就係咁樣。因為我們人本來就是這樣。我哋好想盡量去兼得兩者。我們很想去兩得兼。我哋好想盡量去舒適。我們很想盡量去舒適。但係我哋一定要知道一樣嘢。我們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。有啲舒適其實真係撒旦嘅謊言嚟㗎。有的舒適真的是撒旦的謊言。我哋好想成長。我們很想成長。但係我哋唔想捨己。但我們不想捨己。呢個係每個人嘅罪性。這是每個人的罪性。係撒旦俾我哋嘅嘢。是撒旦給我們的。我今日唔係要你自卑，唔係要你自責，亦都唔係要去批評你。我今天不是讓你自卑跟自責，或者是在批評你。而係我想話俾你知一樣嘢。我是想跟你說一件事情。撒旦嘅罪性就係咁樣影響我哋，撒旦嘅罪就係咁影響我哋。撒旦的罪就是這樣影響我們。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咁樣。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這樣。所以我哋唔單單要睇到舒適背後係一個有可能係一個試探。所以我們不單單是看到舒適背後是一個試探。我哋都要知道一樣嘢，如果我哋成長，我們都要知道一件事，如果我們成長，我哋需要捨己。我們需要捨己。如果唔係，我哋離唔開呢個舒適圈。如果不是，我們離不開這個舒適圈。但係我哋冇可能捨己。但我們沒有可能捨己。除非我哋見到。除非我們看見。十架背後其實係一種榮耀。十架嘅背後係一種榮耀。十架的背後其實是一種榮耀。27、28節講乜嘢呢？27、28節說什麼？就係話緊，人子喺釘完十字架之後會發生咩事？那人子在釘完十字架之後會發生什麼事？佢就係同佢喺父裏邊得榮耀啊！他說：我要跟你在父裏面得榮耀。將來佢會降臨。將來他會降臨。然後跟住要照個人嘅行為報應個人。就要照顧人的行為報應個人。28節。28節。佢就同門徒講：你哋當中有人喺死之前，自己都見到人子降臨喺神嘅國度。他說：你們當中也有人捨己並降臨在人子這裡。呢度想講乜嘢呢？這裡想講什麼？呢度想同門徒講，其實十架嘅背後係一種榮耀。這裡想告訴門徒，十架的背後是一種榮耀。點解我哋咁難去背起上帝嘅十架？為什麼我們這麼難去背棄上帝的十架？因為十架太沉重。因為十架太沉重。重到冇人可以真係甘心樂意去願意背呢個十架。重到沒有人可以甘心樂意去背這個十架。所以耶穌喺度同大家講咩呢？那耶穌在這裡跟大家說什麼？你即管去背起呢個十架。你盡管去背起你的十架。因為呢個十架背後係一種榮耀。因為這個十架背後是一種榮耀。佢係想同門徒講緊一樣嘢。他想告訴門徒一件事。有一樣比今世更有價值嘅嘢。有一件比今生更有價值的事。就係天堂。就是天堂。就係永生。就是永生。如果你冇睇到天堂，冇睇到永生，如果你沒看見天堂跟永生，我哋冇可能會捨己。我們沒有可能捨己。我哋覺得最重要嘅就係我而家嘅嘢。我們覺得最重要就是我們現在擁有的。冇人會願意捨己㗎。沒有人會願意捨己。冇人會願意背起十字架。沒有人會願意背棄十字架。因為離開舒適圈已經非常之困難啦。因為離開舒適圈已經超級困難。捨己更加冇可能啊。捨己更是不可能。即係難到不可思議嘅地步。就難到不可思議的地步。除非我哋真係明白。除非我們真的明白。福音嘅價值。福音的價值。福音背後嘅榮耀。福音會得到榮耀。點解耶穌捨己釘上十字架咁重要？為什麼耶穌捨己釘上十字架這麼重要？點解一開始耶穌話佢必須要走呢條路？為什麼耶穌一開始說我必須要走這條路？因為如果耶穌冇走過，因為耶穌如果沒有走過，哇！耶穌你話得榮耀啫，我點知係咪啊？那耶穌你說榮耀，我怎麼知道是真假？但係耶穌佢親自走過呢條路。但是耶穌他親自走過這條路。佢親自先為我同你捨己。他親自先為你和我捨己。佢亦都係復活。
他也是復活了，得着榮耀。得到了榮耀。喺幾時開始佢哋見到上帝喺28節嘅時候，在28節，佢話：你哋當中有人喺死之前將會見到人子降臨喺佢嘅國入邊。他說：你們當中有人會看見人子降臨在這裡。呢句説話其實係指緊第17章，這句話其實在指第17章，耶穌登山變像啊！耶穌登山變像，耶穌登山，他變了一個形象。哦，耶穌登山變了一個形象。嗰陣時有彼得、雅各、約翰見到基督嘅榮耀。那時有彼得、約翰看見了耶穌的榮耀。佢哋係先見到基督，他是先見到基督，係因為基督先捨己。而是因為基督先捨己，我同你先願意去做呢樣嘢，我們才可以去做這件事。係因為基督先得着榮耀。而是耶穌基督先得到榮耀。我同你先知道呢樣嘢係真嘅。我才跟你知道這件事是真的。如果唔係，邊個會為咗耶穌一句説話去做呢樣嘢？那如果不是，誰會為了耶穌一句話去做這件事呢？係因為耶穌親自完成咗呢件事，而是耶穌親自完成了這件事情。俾門徒親眼見到，你不是親眼看見，俾門徒親眼見到。門徒們親眼看見。點解潘霍華能夠放低美國安全嘅生活？為什麼潘霍華要放下美國安全的生活？點解佢願意返德國受苦？為什麼他要回到德國面對痛苦？佢臨死前佢都冇後悔。他臨死前他都沒有。唔係因為佢唔怕死，不是因為他不怕死，而係因為佢知道佢嘅終點唔喺嗰度。因為他知道他的終點並不在那裡。因為佢有一個屬靈嘅看見。因為他有個屬靈的看見。佢看見十架嘅背後其實係榮耀。他會看見十架的背後是榮耀。所以佢先願意捨己。所以他才願意捨己。所以點解好多時候有好多弟兄姊妹成日話？所以很多時候很多弟兄姐妹說：牧師，我好想成長啊！牧師，我很想成長。但係我返咗教會好耐都成長唔到。可是我來到教會也發現成長不了。係咪牧師嘅問題？是牧師的問題。係咪教會嘅問題？是教會的問題。係咪主日學老師嘅問題？是主日學老師的問題。係咪小組長嘅問題？是小組長的問題。係咪弟兄姊妹嘅問題？是弟兄姐妹的問題。定係環境嘅問題？還是環境的問題？定係我太太我孩子嘅問題？還是我太太跟孩子的問題？弟兄姊妹，弟兄姐妹都唔係。都不是。真正嘅問題喺邊度？真的問題在哪裡？係我哋有冇睇到十架嘅背後嘅榮耀？是我們有沒有看見十架背後的榮耀？好多時候我哋喺舒適圈入邊唔願意捨己。很多時候我們在舒適圈不願意捨己。係因為我哋冇真正見到耶穌基督嘅榮耀。而是我們沒有看見耶穌基督的榮耀。我哋唯有見到更有價值嘅嘢時候，我們只有見到更有價值的東西，我哋先能夠放低我哋而家認為最有價值嘅嘢。我們才會放下現在認為有價值的東西。你有冇人會為咗一張10蚊而放棄100蚊？有人會為了10塊錢放棄100塊嗎？冇人會咁做。沒有人會這樣做。咩情況下你先會放棄100蚊呢？什麼情況下你會放下100？就係你知道你可以有更多嘅錢嘅時候。就是當你知道你會有更多的錢。而上帝話俾你知道，佢嘅十字架係一樣充滿榮耀嘅嘢。以上是告訴你，他的十字架是充滿榮耀的事。而呢個十架嘅背後嘅呢個十架背後嘅榮耀，而這個十架背後的榮耀，比我哋而家所揸住今生嘅嘢更有價值。比我們現在抓住今生的事情更有價值。唯獨睇到呢樣嘢，唯獨看見這件事，我哋先能夠願意捨己效法基督。我們才會願意捨己效法基督。呢個就係福音要話俾我哋知嘅嘢。這就是福音要告訴我們的事情。一條充滿榮耀嘅道路，一條充滿榮耀嘅道路。榮耀的路。我一齊祈禱。我們一起禱告。耶穌基督，我們再次感謝你。如果沒有你的福音，我們沒有一個人會願意捨己，我們沒有一個人會願意跟從你，因為你先做給我們看。你的生命你的福音已經證實了，這個是充滿榮耀的道路。所以我們就求你看顧保守，讓每一個人都有這個屬靈的看見。當我們看見這個的時候，我們才能夠離開我們的舒適圈，不用再自我為中心，願意轉向跟從上帝。無論我的家庭、我的工作、我所有的事情，從今開始都願意以上帝為中心。神啊，我們就求你看顧保守，我們每一個人也有這個屬靈的看見。禱告侍奉主基督聖名祈求，阿們。